来看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以下的自传下册，今嘛总算是出来啊。顶册是伫咧26年前，蒋总统采用问题致辞的时阵，学了张忠谋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关度，眼光嘛看了真远，互台积电成做咱台湾的护国神山。张忠谋嘛讲，伊捌邀请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加入台积电，强调黄仁勋无论是品格甲专业，拢是一粒一的。没有做任何很坏的决定，即使是比较坏的决定，也没有做多少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，伊对家己真骄傲。台积电其实经过几摆的经营轨迹，伊拢挺过来。张忠谋伫2018年退休了后，就开始写自传下册，用6年写20万字，为台积电创立个客起，到传领台湾，享受全球半导体头角的心路历程。前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新册发表会，学了台积电会当成做护国神山，张忠谋功劳真大。当时有很多的产业界跟政治人物主张要开放8寸晶圆厂到中国投资。我很感谢 Morris 在跟台积电的配合，所以在这个政策公布大约2年以后，在中国的台积电8寸厂才开始正式的生产。Morris 的远见跟宏观，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为世界级的产业。另外，对过去竞争对手，包括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，即马含伫了钱，将执行长金星阁更加互提职，甲过去捌讲过下架对手神爽，即马拢互台积电秀伫后壁。总之是技术的问题了啊，并不是什么行政的策略的问题。韩国是现在好像是乱得很啊，我这个绝对不会太帮助一个公司的。为产业竞争广告公司经营，张忠谋也表示，要邀请黄仁勋加入台积电。想怎么 design， 认识他10几年了嘛，所以我对他的视野啦、品格啦什么我都很佩服啊。张忠谋自传下册内容其实只写到2018年，不过最近地缘政治纷扰，说是伫2019年了后，外界期待伊会当出第3册。不过高龄93岁张忠谋表示正式退休封笔，自传就这一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